日月潭是中部正出名的观光景点，为了要提升空气品质，维护旅游的环境，南投县政府即马打算伫日月潭边仔规划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区，而且要针对柴油车也有加油的机车进行污染源的管制，明年元旦开始实施。日月潭乌面起雾，就像破目山水的景色，和当地就算是一般的上班日，也是涌入真侪游客。南投县府11月公告，将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列为空气品质维护区，搁伫明年的元旦起开发无合格车辆，当地民众表达赞成。这个环境很漂亮哦，而且那个空气品质让人家感觉有向往的感觉。如果你污染的话，会减低它的旅游的品质，反而是向上提升，不是向下沉沦的旅客数。管制措施处理对象是出厂2年以上的柴油车，甲出厂5年以上的燃油机车。我1年来无出地排烟排气检验合格的人。南投县环保局在1月宣导期间，透过车牌辨识系统发现有23.8万台车经过日月潭公路区，其中2.7万台柴油车无符合规定，无合格率大约是1/5。也毋过，以柴油车从事旅游包车业者表示，检测这单到环保局真无方便，各事情宣导不足。像我知道的是监理站特别发资讯给我们才知道，不然一般你如果没有在电视上看到，通常不太会有人知道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公告实施没有很久哈，所以车主的熟悉度还有政策的宣导都有待加强。那本局会发文给国内相关的车厂啊，请车厂再转知我们车主日月潭空围区的管制的一些规定。环保局讲，宣导有关需要加强，会发文予全国车厂协助转通知车主，完成期会到这个月底为止。明年元旦起，会以空气污染防治法第76条裁处无合格车辆相关的当罚6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